哇，30萬咋就可以喺老香洲住別墅啦。門口就係情侶路，5分鐘就係日月貝啦、陽明廣場啦、萬象匯呢啲大型商業啊。哇，30萬住別墅，有天有地，有花園，種菜啊，養雞都冇問題㗎。一齊跟我入去睇睇啦。嚟，每一戶咧都係單獨嘅入戶位置，呢種有種新中式嘅感覺。前院咧大概係有30個平方嘅，咁呢個位置咧係入戶嘅玄關吓，子母大門都係豪宅嘅交表嚟噶啦。咁樣我哋廚房啦，到時整個趟門啊，8人嘅餐位啊，別墅咧一定要有電梯啊，樓梯。OK， 客廳咧開間係5米嘅，咁前面嘅前院咧都係有80方左右嘅，加埋咧係100平方嘅一個花園啊，70-80方啦，啊具體冇量過吓。咁1樓咧做到個套房，2樓咧有2個大套房，又可以做3個房。我哋落地下室睇睇。落嚟到負1嘅位置咧，首先係有一個會客廳嘅，咁呢邊嘅有個採光井，完全唔開燈嘅情況下都好靚仔。呢邊有個吧台，咁地下室空間咧係多功能化嘅，有衛生間啦，有嗰個洗衣房，有阿姨房，再配多個健身房俾你。哇，啲功能區相當靚仔嘅。咁依家咧總價唔貴，首期咧30萬就可以擁有別墅，拎包入住哈。有興趣嘅街坊，下方留言啦。